汤市技术职业工会针对中营航空的罢工投票来进行开票，落尾是确定这个中营工会有合法的罢工权。理事长表示，伫旧历过年迄卡刀就会来启动罢工，也若中营航空是呼吁讲爱优先考虑旅客的权益，用理性的态度继续来协商。 拆开票柜，一张一张填开唱票。汤市技术职业工会发动罢工投票，汤园高雄拢有写投票地点，伫29点伫主管机关汤市劳动局代表见证之下，针对中营劳资争议罢工投票进行开票，确定出的合法罢工权。 长荣分会这个部分，我们有85%的会员同意，全体会员我们也有得到65%，所以在今天1月22号，我们可以宣布，机师工会的长荣分会已经确定取得合法的罢工权。 全台湾的技师大约有3000多人，加入汤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有1398人，910人投票，900人同意，10人无同意。预计春节前后启动罢工，24点钟进行提前预告，会影响在中营航空往来美国、加拿大和澳洲主要城市的旅客。在最近的1个月当中，劳动局已经持续的 邀集劳资双方召开过3次的协商会议，未来劳动局仍会持续的来协助双方进行协商。工会表示，绝对不是为了罢工来罢工，正式宣布启动罢工进程的最后一刻拢关系协商，要求中营航空公司针对工会诉求提出对案。对于罢工投票结果，中营公司表示遗憾，也回应已经调整底薪超过20%，不包含外暂定贴增加1.8万到3.2万以上，也积极培训国内技术人才，本国籍技术进行标准共款，也以上大诚意进行协商。 农历春节期间，机票的迁转或者是滞留的费用相当的高。罢工之前的话呢，民众可以赶快去投保海外旅游不便险。 旅游业者表示，拄到航空公司罢工，旅行社的契约责任险并无理赔，也毋过需要替旅客安排住宿甲3顿。各家航空公司要求赔偿，也提醒旅客伫宣布罢工之前，赶紧买旅行不便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